Hello，大家好，我係 Teacher Rocky。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同模型結緣嘅地方，唔同廠牌模型嘅風格，配合佢哋唔同嘅風格，就算冇極細緻嘅改造，都可以做出非常出色嘅作品。又分享下我對模型作品喺藝術層面上面嘅價值。最後同大家分享下模型人賦予模型作品嘅生命，點樣用作品去講故事。好，我哋馬上進入內容。小時候我住喺英皇道一座舊樓福昌樓，係近呢幾年有啲人叫嘅怪獸大廈嘅其中一部分。當年係70年代尾，大廈嘅右邊係豬肉檔，對面就係士多啦。當年士多入面有一樣嘢好吸引我嘅，就係Big One。哇，當年都幾勁噶，響電視機都有賣廣告，個 slogan 係有得食有得玩。Big One 會跟一套模型嘅組件同埋一塊吹波膠，主菜係模型，吹波膠通常會擺埋一邊。印象中買過一次，開心到飛起。圖中嘅插圖就係還原咗我當年僆仔嘅時候，非常之渴望可以擁有一盒 Big One。我好記得當年嘅售價係5蚊，係過年嘅時候先可以用利是錢買到，而其他利是錢都係需要上繳嘅。而另外一個俾我同模型結緣嘅地方，就係有得賣文具嘅紙紮鋪啦。佢裏邊會有西瓜波、硯、其他塑膠玩具，最重要嘅就係有我最中意嘅模型。我成日會落紙紮鋪踎喺度睇模型嘅盒，成日齋睇唔買，老闆都冇理過我。我好記得嗰個時間，所有模型佢都係賣4個半，但係我好厚面皮，每次我有4蚊嘅時候，我都會落去問佢可唔可以平5毫子俾我，但係佢都係冇問題嘅，4蚊就買咗盒模型俾我啦。大家睇下圖中嘅我幾咁開心，每次有機會得到模型嘅時候，我都會彈下翻屋企嘅。就係呢個地方孕育咗我同模型嘅關係，直到而家啦。眨幾下眼就過咗幾十年，翻到嚟2026年啦。喺呢度我開幾盒唔同廠牌嘅模型，各有唔同風格，同大家一齊睇下。好，我哋首先睇下我訂嘅呢盒 Revell 係1:48 B29 轟炸機。打開個盒，而家個盒呢，佢就寫住係中國同埋捷克製造嘅。喺網上面查翻一啲資料，佢都係80年代美國廠商 Monogram 嘅模具嚟嘅。但係呢，佢又有一啲新嘅嘢呢係 upgrade 咗嘅喎。我哋一齊睇下。說明書靚咗少少，以前係用黑白書紙去印刷。水貼我諗同當年都係差唔多，夠厚同埋唔夠黐力。呢個到時要再諗辦法。呢一類大比例嘅模型唔講得上好精細，但係亦都唔使太介意，或者強迫自己做太多嘅細緻改裝，因為呢類型模型就係玩佢震撼嘅壓場感。機身長65.5 cm， 翼嘅伸展有90 cm， 個橫幾乎差唔多係1米。其實大概30年前我記得係整過嘅，所以我感受到嗰種震撼。睇翻網上嘅資料，模具係80年代 Monogram 牌子嘅生產，不過係80年代尾佢同 Revell 合併咗，被 Revell 收購。Revell 係德國嘅牌子， Monogram 成為咗佢旗下嘅其中一個 label。Revell 而家做一個發行去生產呢個模型，生產嘅地點喺中國，模具係用翻當年嘅 Monogram 舊模。捷克應該係生產裏邊其他配件，我哋一齊睇下裏邊啦。咁大比例嘅模型，如果比較起日本嘅廠牌，佢又唔算話非常細緻，但係一啲重點要展示嘅地方，佢都做得好好。一架高空而且係飛得遠程嘅轟炸機，佢裏邊有台啦、床鋪、內藏嘅炸彈、滅火筒都唔馬虎，因為基本嘅內容都尚算完善。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自行加多一啲嘅細緻同埋改裝，但係對我嚟講，咁大比例嘅模型，我會花多啲心思喺上色同埋舊化嗰部分做好佢，因為機艙內部有床鋪、台凳同埋一排一排嘅炸彈，
唯一嘅改動，我一定會喺機肚開幾個窗口，展示裏面嘅床鋪炸彈，唔好嘥咗個內籠。一個咁龐大體積嘅模型本身已經有存在同埋震撼感，好有博物館展品嘅級數，所以唔使有太多嘅魔改都好有感染力同埋壓場感。我哋睇翻模型本身呢套舊模呢，其實呢都係用翻以前嘅特線，咁即係話最刺激嘅地方係做完無縫之後，要用蠟燭將模型嘅膠支加熱，拉翻幼線，補翻特線上去。我哋睇一睇最有誠意嘅改動同 upgrade。我哋而家睇到呢套上咗色嘅蝕刻件係捷克做嘅，座艙嘅標板做得非常細緻，一塊標板都分咗兩個 layer， 底部先做指針，面層再做外框，一層嘅面板分咗兩個層次去處理。仲有駕駛座椅上面嘅安全帶都做得非常精細，係當年冇嘅。佢嘅上色紗面都好有布嘅質感。原來成套件最強嘅 upgrade 就係喺蝕刻件嗰度，所以做呢套模型嘅時候，我覺得反而係響機肚裏邊開窿展示內裏嘅結構比較緊要。跟住同大家開盒睇嘅係 Italeri 嘅 Sunderland Mark III， 係一架水上飛機。圖紙係黑白嘅，都算簡潔清楚，但係一定冇日本廠牌嗰啲咁精美同內容豐富。Deco 我記得都係比較厚身，咁啊睇下到時點樣處理啦。佢以前呢都係冇蝕刻片嘅，咁而家都有提供，幾唔錯。佢仲提供埋個wire 模型件呢，佢同 B29好近似。喺外形上邊比例做得好準確，但係內裏呢就唔係太多好多嘅細緻，做靚無縫噴油同埋舊化，外觀上已經好好睇。因為佢唔係我哋一般做開嘅轟炸機啊、戰機嘅外形，單係外形上面已經好特別，好有味道。佢唔係特線，佢係粒線，但係線嘅坑紋比較淺，睇下到時需唔需要再作加深黑線去處理啦。呢架水上飛機令我諗起飛天紅豬俠嘅水上飛機，諗起呢套動畫再睇下呢架飛機，不其然多咗幾分浪漫嘅感覺。佢其實係用嚟長時間巡邏、反潛同埋救人用嘅。Canopy 透明件呢，透明度高，不過呢細嘅窗口仔呢就唔係好平整啦，可能需要打磨同埋做少少拋光。當準備去製作一件模型嘅時候，自不然會揾多少少佢哋嘅資料，響當中會知道更多唔同嘅歷史。雖然呢啲歐美廠商出產嘅內籠唔算太過精細，但係比例同外形都好準確。尤其是一啲冷門造型嘅套件，佢哋都好肯花心機去開發。內籠結構略嫌簡單咗，但係就留有咗好多空間俾創作者去發揮。創作者可以自由選擇玩靚嘅外形，抑或係作出深度嘅改裝挑戰自己。的確係有好多空間去發展自己嘅喜好。睇完意大利嘅模型，我哋而家睇下日本嘅代表 Tamiya 雙星，大家一定唔會陌生。我手上呢一盒1:48嘅 F14係後期型，即係接近退役之前嘅版本。呢個時期嘅 F14已經由純粹空戰轉型做多用途任務，包括對地面嘅攻擊。所以佢唔單止係一架純空戰嘅戰機，而係一架成熟實戰經驗好豐富嘅飛機。攞起砌圖紙同之前兩個廠牌有好大嘅分別，印刷非常之精美。小心啲去用佢，砌完之後可以當海報咁貼都得。厚沓沓嘅說明書，除咗砌圖指示之外，仲有好詳細嘅歷史同埋資料介紹。咁出名咁多人認識 F14，係有一個原因避唔開嘅，就係電影嘅 Top Gun。因為電影呢架飛機由軍事裝備變成咗一個文化嘅符號，所以當你砌 F14，你唔單止係砌緊一架飛機，你係砌緊一代人嘅想像同埋回憶。呢架 F14係1:48，有好多空間俾廠方去做更多嘅細緻。模型嘅組件有部分蝕刻片提供，但係標板就冇啦，所以呢，我同佢另外就訂咗一套標板返嚟，用咗大概幾十蚊訂咗全套標板返嚟，手工非常精細。
係烏克蘭製造嘅。當我返嚟再砌返模型，好多唔同國家同埋廠牌都有好多嘅進步，尤其是喺配件方面，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價錢都合理同埋有好高嘅質素。爆炸圖嘅繪圖非常之細心，有線條代表你組裝緊旁邊嘅地方，粗線條代表你正在砌圖嘅位置，由內到外都係咁細緻嘅。如果想強化整個模型作品，我覺得只需要加返指揮燈，氣氛已經出晒嚟。雙星嘅士兵我以前都有買嚟玩過，水準係非常之高嘅，所以同一時間都可以玩下遊兵仔。Canopy 嘅注帽非常之靚，透明度好高。每次做日本牌子嘅模型都感受到佢哋嗰種細心。其實喺好多唔同嘅範疇都睇到佢哋嗰種匠人嘅精神。令到我最驚喜同埋開心嘅係佢哋有提供預先裁切好嘅遮蓋膠紙，等我噴 Canopy 嘅時候慳咗好多時間。套件入面仲提供咗航空母艦企業號嘅滑翔跑道嘅圖片。響底部整翻個 platform， 飛機擺上去就好好睇啦。其實呢種做法就好似畫完一幅畫，用畫框 frame 咗佢，咁樣會等睇嘅人完全投入到呢個空間。嚟緊再睇下 Tamiya 另外一套作品。呢一盒呢，雖然係我舊年已經砌好嘅，但係我都分享一下啦。呢盒係1:32 Corsair， 好中意佢嘅折翼個感覺非常之特別。介紹下裏邊，除咗說明書之外，佢仲提供咗一本講關於呢架機嘅歷史同埋大量嘅參考圖片資料。稍後會再同大家睇睇。1:32，內容好精細，砌起上嚟係一個好好嘅享受。佢係有開翼同埋折翼嘅版本俾我哋去揀嘅。咁細心嘅安排，等我哋唔需要作大量嘅改裝啊，同埋開腳都可以做到有唔同嘅展示方式。喺螺旋槳引擎嘅部分，佢更加係俾我哋有多一個選擇，可以選擇透明件去展示裏邊嘅結構。好，我哋睇下隨模型跟埋過嚟嘅參考資料，非常有誠意同認真。成個戰役嘅講解啦，歷史上發生嘅事件佢都有講到。內頁有大量嘅參考圖片，係好有價值嘅參考資料，喺裏邊都學到唔少知識。Corsair 嘅座艙，我另外訂咗標版套件，係由捷克做嘅。安全帶嘅食黑片係由雙星提供嘅，做得好仔細。佢提供嘅食黑片呢，都係有多冇少，呢啲就係用剩咗嘅。通常我會留起嚟做其他模型改件啦，甚至乎可以擺落高達模型上面做改裝。除咗駕駛艙人仔之外，佢另外再會跟多一個喺飛機旁邊扣緊手套嘅機師。遲啲我會用呢一個機師同大家分享層層疊 acrylic 嘅上色方法，完成後作獨立擺設又得。每一張封面插圖都係大師嘅精心傑作，但係通常地方有限，冇辦法成個盒去 keep。我會將個盒面解出嚟儲起，作為珍藏。日本仲有另外一個代表黑色嘉華，喺80-90年代生產唔少嘅飛機模型，好多都好有特色。想當年砌過佢嘅木機，但係我上網訂咗返嚟之後，發覺原來呢個唔係木機。條友真係唔識㗎喎，但係都唔緊要，我都可以揾返當年嗰種情懷。呢套組件響製作嘅過程，除咗感受經典同埋歷史之外，響整個製作過程，佢完全還原翻 Camo 響機械結構上面嘅原理，加埋骨架嘅展示，就好似見到飛機嘅靈魂重生一樣。成個配套就好似買咗一套手工包返嚟，不過呢個手工包就一啲都唔簡單。呢套模型除咗玩佢個外觀情懷，喺製作嘅過程仲可以玩埋佢嘅機械結構，操縱桿仲真係可以控制到翼嘅轉向，完成咗佢一定好有滿足感。喺製作上面有好詳細嘅圖紙，逐一分析拉線嘅方向，跟足指示慢慢做就一定冇問題啦。
我諗一路整嘅時候都一定會讚嘆設計者響機械設計上面花嘅心思同埋智慧。其實喺砌模型嘅時候，最常見嘅就係我哋砌 Bandai 嘅高達模型，佢哋嘅心思同埋創作力真係冇得頂。將呢一張圖貼喺牆上面做製作，當正自己係工程師。做完模型之後，呢張圖可以用畫架鑲起佢，都係好好嘅裝飾品，有品味。比較完幾盒唔同模型嘅風格。喺最後，我同大家分享我思考咗嘅一樣嘢：一隻貼咗上牆嘅香蕉可以係天價嘅藝術品。佢賣嘅係一個概念，當中有幾多斤紅頂白，或者真係俾佢觸動到，我暫時都俾唔到意見。但係我自己對藝術嘅概念，凡係觸動到觀眾嘅情感或者引起佢哋嘅思考，我認為就係一件好嘅藝術品。而模型作品係呈現出360度嘅敘事方式，係一幅立體嘅 snapshot， 係360度有深度嘅定格。呢個一剎那嘅定格係由模型人花盡心思同埋腦汁創造出嚟嘅。偉大嘅音樂家巴克講過：唔用文字，唔用說話，就用音樂去表達啦。同樣道理，除咗音樂之外，我哋更加可以用唔同嘅 media 去表達我哋嘅情感。有人用短片、影像、繪畫、雕塑，我認為同樣可以用模型作品去表達。以下我揾咗一個其中我比較喜歡嘅模型人，佢係台灣嘅方丈。以下我節錄咗一段影片，我哋睇一睇方丈嘅作品。呢一段短片呢，係由 MacWorld 邵剛老師親自嘅主持一篇訪問嚟嘅。我自己覺得方丈老師呢一套作品係充滿藝術性同埋思考。整個作品係根據一段歷史事件嘅發生，佢利用咗 collage 拼貼式嘅手法，立體地將佢拼合埋一齊。佢揾到嘅舊報紙融合埋喺作品入邊，將時間定格起嚟。同時佢又將地理環境融合埋喺作品當中，機師作戰到最後一刻嘅形態。今日同大家傾到呢度，希望大家 like、subscribe、share、comment、留言交流，支持我做更多有質素嘅影片。